嗱，飲完我哋呢煲浸雞嘅湯咧，容易屙肚嘅喎，你自己諗清楚啊！哇，這樣誰敢吃啊？哎，你帶我來這啥農莊啊？這不趕走吧？哇，正啊！你最近便秘啊？唔係啊，咁食完有反應，咪即係證明我濕氣重咯，屙咗咪幫我排濕咯，屙係我嘅問題，唔係佢嘅問題。行吧，那咱再點一些配菜放湯裡面一起浸了吧。千祈唔好，呢煲湯你只可以飲，唔可以浸任何其他嘢。你要浸錯，我陣間俾煲滾水你。我就說這裡不行吧，你看連配菜都不給他。正啊，又哪裡正了呀？咁咪證明老闆擺咗好多心機喺煲湯度咯。無論從口感或者營養嚟講，都係最純正噶啦。我咁都唔正？點完隻雞要等半個鐘啊！哇，那麼久誰要等？正啊！咁隻雞一定係即粥即放血即炆無即湯嘅，絕對冇預製。哇，還有這什麼茶呀？那麼苦。正啊！越苦咪證明我越熱氣咯，咁煲茶咪越有效咯。啊，你點這青菜怎麼全是菜凍啊？正啊！咁咪證明佢係冇放農藥嘅自家菜咯。哇，仲有陣泥味添，越有泥味越正啊！你好像有點奇怪的癖好，你識咩啊？啲農莊越有個性，就講明老細越有追求，咁通常整出嚟啲餸咧都越正嘅。喂，聽日有呢間試下，應該都 OK 嘅。哦，這家我搜過，無招牌、無服務、無菜單、無信號，四無農莊啊！而且最後幾公里全是藍色小路，這不行吧？正啊！哇，呢啲農莊正啊，肯定好嘢味，好好食啊！自己去吧。